台积电宣布，要伫龙潭科学园区设厂，传出讲本地要提供台积电使用的中科二期，有可能会设1.4奈米的晶片厂。国科会主委吴正中是表示讲，针对台积电的规划伊无介了解，也毋过中科按算会伫明年的6月交地来提供半导体产业来使用。 各界关心台积电先进制程技术生产规划情形，因为2奈米以下的厂区，顶一日提出龙潭科学园区3期扩大计划，高雄扩厂的计划确定以2奈米为主。今麦传出原本按算要予台积电使用的中科2期1.4奈米进驻的可能性上大。国科会主委吴正中初白去立法院备询，强调中科按算会伫明年6月交出土地，予半导体产业来发展。我们中部可能会放最先进的1.4奈米的一个制程好，那这个到底确定了没有？中科2期那个也是明年6月预定是要交。本来1.4奈米确定落在台中了吗？这个我不知道。政府在审都市计划，对，所以内政部的都市计划现在还在审议当中。因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当日提出土地苗大石国计划，引起讨论。吴正中表示，未来会配合交通运输路网、甲基础建设提升，向上台湾西部科技龙带南北串联。 新竹的科学园区事实上发展已经40出头年，用地也一直在往这个北跟南在延伸。未来的科学园区包括我们说这个科学园区跟这个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也要做一些结合。 吴正中强调讲，科学园区会甲4库里的乡镇、甲民众的生活结合，尤其 AI 应用相机等等的方案，效益拢会渐渐扩大。未限缩伫高一个科学园区内底，大园区的概念甲大石膏的精神是真大吧？针对立委要求 AI 应用的 ChatGPT 繁体字化，应该爱立专法，并固定的预算来研发。国科会讲会研究可行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艺人